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憂慮，點樣戰勝憂慮，點樣化憂為益。嗱，我哋要知道咧，神係全權神，佢咧掌管一切。聖經話咧，佢對世界嘅一切事物嘅關懷同控制咧係非常全面嘅，程度高到啊，如果冇佢嘅准許咧，一隻麻雀都唔會掉喺地上㗎。嗱，一隻麻雀咧係一隻咧係毫無經濟價值嘅生物嚟嘅，但係咁冇價值嘅生物咧都要神准許咧先至會掉喺地上嘅。整個宇宙嘅任何東西啊都不能逃離神嘅絕對全權，甚至連我哋嘅頭髮咧佢都數過喎。呢個宇宙啊冇一個分子或係原子或係粒子啊係喺神嘅控制之外嘅。佢對宇宙嘅掌管咧係完全係親力親為嘅，佢嘅手咧可能係睇唔見嘅，但係佢嘅控制咧係完全同埋絕對嘅。馬太福音10章29節講：兩隻麻雀不是賣一銅錢嗎？你們的父若不許，一隻也不會掉在地上。神係全權神，表示咧我哋永遠唔會受環境支配，我哋係活喺全權神嘅眷顧之下。嗱，我哋嘅神咧係全好嘅，係美善嘅。我哋可以相信佢咧容忍甚至主導我哋生命中嘅一啲煩惱啊、逆境啊、試煉啊同磨難啊，係令到咧我哋係得益嘅。佢有一個美好嘅目的嘅。我哋可以喺苦難中啊，相信佢嘅美善同恩典。嗱，雅各書1章17節講：各樣美善的恩澤和各樣完美的賞賜，都是從上頭來的，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。好，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